Hello，Distinct Design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750尺嘅私人樓設計。除咗近年流行嘅奶油色系之外，將奶茶色融入喺設計入邊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呢？今個全屋以奶茶色系為主題，再加入大理石紋，冷同暖就咁完美交融。踏入玄關，溫潤嘅木紋地板同埋溫柔嘅奶油白牆身，即時撫平咗整日嘅疲勞。客廳嘅電視主牆大膽運用咗大理石紋紋路，配搭翻溫和嘅暗藏燈帶，充滿高級感，亦不失溫度。喺飯廳嘅特色壁籠，流暢嘅線條唔止可以消除咗銳利感，更可以喺有形無形之中引導翻視覺嘅動線，展示出高雅感覺。主人房延續咗溫暖嘅奶茶色調，床頭板採用咗沉穩嘅灰色軟包，上方就配合翻溫柔嘅深光，營造咗安穩嘅助眠氣氛。一整面頂天立地嘅隱形把手衣櫃，就將收納隱藏於無形之中，視覺就會更加利落啦。主次以簡約嘅木質櫃體，配搭沉穩嘅黑色五金，體現出星級酒店嘅奢華感覺。呢一間多功能書房巧妙利用咗 U 型一體化嘅設計，將衣櫃、書台、展示櫃一一連結。衣櫃裏邊更隱藏咗一張單人床，既係高效率嘅工作間，亦都係舒適嘅客房。廚房嘅 U 型櫥櫃巧妙咁樣將大型嘅家電完美隱藏，配搭現代感十足嘅灰調石英石台面，彰顯翻生活嘅品味。喺客廁就大膽選用咗復古深藍色直條磚作為重點牆，展現翻強烈嘅視覺層次。想知多啲今個單位嘅裝修報價，歡迎WhatsApp我哋了解更多嘅詳情。